这样的人受苦是为了什么人受苦？伊讲诗人，吼，这样以色列人，因讲这样的人咧受苦，那照伊讲是为了什么人受苦？吼，为上帝受苦，是不是？吼，即便是为上帝受苦的人，伊嘛是保罗嘛认为讲无法度，甲基督的疼隔离吼。了，这个引用这个诗篇了，保罗佮提出10种代志，也是讲情形。伊问看卖啊，伊宣告讲，这10种敢会当结断甲上帝的疼吼？哎，注意吼，头前是甲什么人的疼？前面他问说，什么可以使我们跟谁的爱隔离？基督的爱隔离哈，后面这里他转成去问讲，跟上帝的疼隔离，有没有差别？好，在保罗的想法没有差别，因为他说这个上帝的爱是抵咱基督耶稣所有的疼，是呈现在耶稣基督的爱哈。常常认为三一上帝。这2去解说吼，全世界无一个人会当说明是安怎？这个上帝是3又1吼，3而1。那有一款的讲法是较通接受，啊，不过也没有解释到。伊是讲，当咱面对上帝、理解上帝的时阵，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有这大无？有这大无？有这高这强，能力这大无？有。伊若是愈大，就离咱安那愈远，对无？好，甲这个上帝遐尼大的上帝比较起来，咱是啥物货？刷哦，不是吧？是奈米啊，吼，好，啊，咱一丝丝看无啊，这个上帝遐尼大，所以。上帝这个形象，咱是敬畏吼、敬畏、会惊的上帝。啊，不过第2位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伊得成肉体，伊成做人，安尼伊甲咱的距离啊呐，就较近啊，对无？吼，伊成做咱的兄弟，成做咱的朋友。这位上帝是咱较会当理解的上帝，是甲咱的关系较近的上帝，啊那圣性咧，圣性离咱偌远，圣灵与我们的距离，哈，圣灵与我们的距离偌远啊？圣灵伫咱的内面，啊，伫咱的中间，吼，零距离，所以又是。另外一个不同面向的上帝，会当理解的上帝。所以其实伫圣经内面咧讲耶稣基督，啊咧讲上帝时阵，其实这些新约的作者，他们是把它放在一起的哈。尤其咱若看启示录，一开始坐伫宝座顶面迄个是上帝，啊不知不觉后来换成谁做？到第4章以后换成谁做？是那个羔羊哈，耶稣基督。在他们来讲，在这些新约作者来讲，没有困难哈，就他们是在一起的哈。所以他这里把它转换成上帝的爱，啊，不过犹原这个上帝的疼是表现伫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上帝遐尼远、遐尼悬、遐尼大，我们可能很难感受。所以伊就问讲。这10种的代志，敢有法度结断咱甲上帝的疼？这里面有讲到时间的、空间的，讲到灵界的、属世的，不管，伊讲不管，是连甚至有别的受造之物，那所以是不是外星人 ？whatever， 反正给这句就是要包含所有，伊讲无法度。都不会结断跟上帝的疼，这个是宣告的讲法，头前是问句的讲法，起码是宣告的讲法。所以保罗下一个结论，讲
咱伫一切的事顶面，拢已经得成有春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因为是听咱的主，互咱一切拢得成，拢有春，拢有够额。所以保罗遮一段叙述了，有两个重点。有一个重点就是讲，咱甲基督的听，也是要讲咱甲上帝的听，不会隔绝，不会隔绝。不过，各位兄弟，我们要分析一下现在要进入，看我怎么把这段经文甲咱甲母亲的听连做伙。保罗伫这段经文讲，咱甲上帝的听，甲基督的听，不会被隔绝，不会被隔断。这个爱不会被隔绝哈。可是如果咱若看经文哈，保罗的描写，这个听是上听上，谁爱谁啊？这个听是上听上的听，袂隔绝，是咱听上帝的听。袂互这物件隔绝，还是上帝听咱的听，袂互这物件隔绝。这样照刚刚看起来啊，一开始四个是写啥？4个问句。一开始我说从31节，伊讲上帝若为咱，上会当安那抵挡我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啦？所以是上帝为咱嘛，是不是？上帝敢无甲一切拢安那赏赐互咱啦？是不是？还是上帝当作主持的主动，对不？谁可以控告我们？那是上帝已经拣选咱，互咱称罪义，有谁可以控告我们？还是上帝主动，对不？那谁可以定我们的罪？那耶稣基督已经为咱死，搁我就天替咱祈祷，是谁会当定咱的罪？所以其实保罗虽然他在讲的是我们与上帝的爱不会隔绝，事实上是谁在呈现的？是上帝在听人迄个听，不会隔绝不会被隔绝。我就去想，各位兄弟，人这个听，不是本性啦，敢若听家己是本性。好，人要实践这个听，不是本性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因为咱有罪性，咱拢看家己重要。这个听是爱学习的。帮我按一下，好，不会隔绝。下一页，这个听是爱学习的，是对上帝遐学习。上帝先听咱用上帝的听来相听。不过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上开始咱接受上对咱的听，父母对咱的听。今日莫讲爸好，母亲对咱的听，是不是？这个听是咱先受、先经验、先接受，咱学习了，咱嘛有这个气力通听。所以这个听，爱是能够学习的，而且呢，是必须从学习来的。无咱人敢若听家己那尔，是不是？咱细汉的时阵，若三着物件送的，我的，不止细汉，大汉嘛是安尼嘛咱三着物件就是我的。我们只有爱自己是天性。那要实践对他者、对别人的听，这是学习的，要学习的。母亲对咱有最的听，
伫咱细汉的时阵，咱唔捌对不？不晓得感谢各位弟兄姐妹，小时候起床去学校之前，有没有吃早餐？妈妈有没有准备早餐？吃的时候有没有跟妈妈说谢谢？没有嘛，谁有说？就每一天早上都一定有的嘛，理所当然的没有谢谢。在咱细汉的时阵，先受母亲的疼，我们不理解，怎么全部跑出来？青春期的时阵嘞，青春期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？12到12到15，虽然长到恁这幸福的，12到15岁青春期就过去了。太强了哈！哇，真是幸福，那是子玲姐爱得好哈。哎呀，明翰在呢哈，明翰大概没有叛逆期哈，这乖。青春期的时阵，母亲赶快来听。好，我讲头前年幼的时阵是无了解，那青春期的时阵是安那？无接受。是不是？我想我家己，我就做清楚是的啦。好，今麦看到阮大囡仔对我什么款，我就想到，这个是报应啦哈。这个是报应哈。所以我青春期蛮久的了哈。到现在青春期无了解无接受，那个人在那个时段是不正常的不正常。我现在都一直告诉我自己，不正常，他们不正常，他们不是正常的还要不断的这大的宽容，这大的疼，你就知影，这是青春期的时阵，咱对母亲同款的疼。这个时阵是无接受、拒绝，无接受，很烦呐，走开了，有没有？很烦呐，走开了这个不是我应该得到的吗？是你把我生出来的嘞，成年的时候嘞，咱对母亲的疼是什么？其实我们不会表达回应就都知道了嘛，对吧？你知道，我也知道啊。咱人什么时阵最强烈向母亲表达那个爱的感谢跟回应？什么时阵你知不？妈妈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最强烈表现出来，咱对这个疼的感谢，对这个疼的怀念。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蛮有这个面子的问题，我真的是我真的是非常那个。有机会好，谢谢。咱真正不常不是太好，充分的也让回应母亲对咱的疼，所以很辛苦，我知道，所以母亲们都很辛苦，我知影。不过底下一点要给咱勉励。这唔通放弃，这唔通放弃。咱家的做母亲的，甚至于这老爸，在疼的实践的时阵，千万唔通以回报为前提。
难免咱人拢会有即个毋望，也是即款的期待。我遐尼疼你，啊，你毋得较听话，会袂？我拢 fulfill 你的需要，我拢有准备，拢有回应你的需要。啊，你毋得较乖的，你毋得较听话。我叫你去读医生，你就爱去读医生。毋通以回报为前提来实践咱的疼，这个会可惜。啊，毋过，今日母亲节更较重要的是提醒咱遮的这细囝的，我们回想我们的幼年，我们回想咱成年了，咱的青春期，我们回想咱即马是成年，咱是毋是真正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咱的母亲的疼？爱是需要学习的。上帝一开始就找肯一个母亲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真做咱学习的模样，一直都是从上到下的爱。像今天罗马书讲的，这个不会被隔绝的爱，咱对耶稣基督会疼，其实是上帝，其实是基督对咱的疼。我们正在学习。今日母亲节提醒我们，感谢妈妈疼咱的母亲。啊，毋是干那今日那尔，毋望上帝话，真做咱的帮衬，甲提醒，让当心来祈祷。